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校尉》。嘿，讲到这个片食，也就是扁食呢，其实呢是客家人很重要的美食代表哦。今天明珠就教大家来做，调出好的料包出来好的片食哦。好，我现在呢先把我们准备好的绞肉、红葱头调味一下下，我要放我们客家的那个梅干菜，这个呢就是一个灵魂佐料。今天呢要教的2个词也是很重要的配角哦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芹菜，叫做圈菜，圈菜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害怕这味道，就是香菜，燃水儿，燃水儿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融合客家元素，所以我刚才放了这个梅干菜进去，就不用特别去调味了。我刚才只有加一点点胡椒粉下去，让它提香。你看。哎，这个片是好吃嘞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放进去汤里面来煮汤喽。不过呢，我们先来学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馄饨汤加点香菜很好喝，就是片食汤，掺到燃水儿冻好吃。好，我要放进去喽。哇，你看一颗一颗的在锅子里面，有没有很像是金元宝？我们再加一点点香菜，就会更好喝喽。好，先请你们吃吃看，妈妈觉得呢？很好吃，谢谢。你们是客家人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其实啊，刚才最后面我们放的香菜啊，它的海陆的客家话跟4000不一样，它叫做燃水儿。燃水儿，对，有一点像在唱歌，对不对？燃水儿，没有错，对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哇，今天呢，我们手做这个馄饨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如果自己做的话，你想吃什么料，吃多少料都可以尽情的放下去。当然喽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芹菜，圈菜，圈菜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香菜，燃水儿，燃水儿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馄饨汤加点香菜很好喝，片食汤掺到燃水儿都好吃。片食汤掺到燃水儿都好吃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记得多多练习喽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